最高嘅層次咧，係了解自己咩事，同屋企人一齊去面對呢個困難，而且咧揾出個根源去治理。其實咧，我哋病咧只係個信號。點解會病？有幾個原因嘅。佢個根源啊，第一咧係缺乏咩啊？缺乏運動。第二個咧飲食失衡啊。第三啦，乜嘢令到我哋病？情緒。慢性疾病其實係身體出現問題，或者呢啲其中一樣出現問題而產生嘅。就係香港醫管局啊，同我哋咧做過一個全香港過去嗰20年嘅統計，10種最大機會出現嘅疾病歷同埋死亡嘅因素咧，係按呢一個次序嘅。病發率最高同埋死亡率最高嘅第一個係癌症，即係腫瘤。第二個咧係心臟病，第三係肺病，第四係腦血管，第五係糖尿病，第六咧係高血壓，七咧認知障礙，八咧係慢性後呼吸，九咧係腎病，十係呢一個慢性病嘅。